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讲这个出离心啊，就是发这个出离心。发出离心也是分2个方面，就首先讲那个世界的功德，然后呢就破戒的过失吧，或者是戒律是一切的根本，就是讲这2个。于诸轮回之身时，不起羡慕之信念，当持人天供养处，殊生厌世之境界。对于这个要像这个脱离轮回的这样的一个解脱者来，以祈求解脱者来讲呢，对所有的这个世间这个轮回当中的名声也好，地位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权势啊以及这个种种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妙语啊，就世间的这些妙语，就是殊胜的这种事呢，一点也是不生气，就是羡慕、渴望、希求之心。就好像我们看到就是有钱的人呢，就是也不去羡慕，有看见就特别豪华的轿车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美宅，就什么样的这种诗人就是特别羡慕的一些对境，当你面前现前的时候呢，你面前现前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就是视为是这个如梦如幻，或者的话呢，就是觉得是就像这个水泡一样，就没有实在的意义。这并不是说是口头禅而说，实际行动当中，或者是从内心当中的话呢，因为对整个三界轮回呢，犹如火灶一样，就是没有呢，就是这种刹那的，就是对它升起一种真实的这种羡慕心啊，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是升起一种真正的这个厌离之心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当然就像南陀尊者一样，就是对三界轮回呢，就是不起任何的贪念和执着是很难以做到的。但是一方面先就是通过理论呢。修习然后呢，自己就是长期的这样传习的话呢，我们都会感觉得到，就是三界轮回都没有安全感啊，就最后呢就是一定会是就是升起这种这个厌离性，或者说是这个厌世性。但这个修行呢，就是最好的办法呢，先修这个人生难得寿命无常，然后呢就是轮回这个过患和这个业果不虚啊，就这4个共同修法修完了以后呢，你的这个相续当中也会升起这个就是个厌离性。就是修后于诸轮回佛刹那不生羡慕心就宗喀巴大师在三主要道论里面呢，什么刹那不生羡慕心，日夜欲求解脱道，21生出离心，就是什么时候生出离心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修了四迦行之后呢，就对整个轮回的一切这个富贵啊、荣华富贵啊等等，就是就连一刹那的这种羡慕心和一刹那的这种这个希求心呢，就是也不生起来就不生起来。然后日日夜夜的是，就心里面就唯独的就是像这个获得这个解脱就像是关在监狱里面很想释放出来一样，就是这个时候呢，你的相续当中会升起了这个出离心。当然这个是从一方面来讲是这个要求是比较严的就日日夜夜的话呢那么一刹那也是不生起时还是非常难以做到。尤其我们反复人的时候呢在这个课堂上就是在教室里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真的觉得就是这个轮回的一切事尤其是有一个上师或者是一些书本里面讲的非常精彩的时候呢真的是轮回的一切说是都没有任何释义。我的相续当中可能升起了这个出离心，但是你等一会儿出门就是然后路上遇到了一些这个约意的对境的时候呢，原来的这种出离心呢就是荡然无存了。那个时候呢就是产生了就是一种这个羡慕之心，就是这是对一般凡夫人来讲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真正这个修行解脱者的话，那就是首先是对这个人天福报也好，名声地位就应该看得淡看得破。这个时候呢，你就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当然这个理论上呢，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会就是比较明白的。那么这样的这性的这种基础上呢就要应该数次就是人间人类和天界一切众生呢就是可以供养的。而且整个世间的这个庄严呢就是清净戒律，一定要树持这样的这个清净戒律就是因为这个戒律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一切这个功德的根本就是戒为什么去三趣独合智巧练，就是在别解脱经当中呢也说了，就是一戒的话呢就是这个去三趣，就是趋向三趣的就心性三趣必须依靠这个戒律。然后它呢就是可以渡过这个大河的这种桥梁一样的，就是别解脱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其他的所有的一些，比如说实践的这个经营、财宝啊、二环这个书主啊等等，就是这些这个验尸呢，就是并不是很庄严的。如果一个人呢，就是具足这个清净的这种戒律这是这个真正是在这个人天众生呢，就是都可以这个供养就人天众生的话呢，就是都可以呢，就是对他这个进行这个定力就是膜拜就是等等所以说呢就是书持这样的这个清净戒律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当然就是作为这个每个众生的这个根基也是不同的就是如果自己这个对处理性各方面比较强的话呢，那么就是出家就是受这个比丘尼戒或者是沙弥尼戒。然后如果这方面的这个因缘还没有成熟的话呢，也应该受持就是这个居士戒就居士戒，或者呢就是说这个具有这个处理性的这样的这个皈依戒，这是对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如果基层当中什么样的这个戒体都是不存在的话，那么就是一切的这种功德呢，就是很难以这个升起来，就是没有根本就皆如东京至达的至达地，一切功德至根本。就是亲友书里面也是这样亲友书吧是这样讲的，就是戒呢就是整个就是一切这个东京的这个依靠处，就像大地一样的就一切功德的这个根本。所以呢一份戒律也是不疏持的话呢，将来就是真正是获得这个人生让转生到善趣就这是非常的这种困难就非常的困难。因此呢就是首先就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尤其是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些弟子的话呢，自己还是有一个约束的这种戒律这是这个非常的重要。下面就是讲，如果这个破了戒没有这个忏悔的话，这个过是非常大的。一切正常定生乐，悉皆依此而生果。倘若破戒多恶趣，切莫迷惑当取舍。那么这个实践当中的这个暂时的人天福报的一切的这种这个人天的这个就是增上生的这个快乐和还有呢就是出世间的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解脱就是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就是菩萨这个佛陀的这样的这个果位的这种这个快乐，全部呢就是依靠这个戒律而这个产生的就是依靠这个戒律而产生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没有一分戒的话，那就是所有的怎么说就是这样的这个功德呢，就是无法这个升起来。所以说，如果这个破了这个戒破了戒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堕入这个三恶趣当中去的就是因为破戒以后的话呢尤其是破了根本戒或者是与根本戒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在一生当中也是没有这个忏悔没有呢就是得以这个清净，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罪过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的有关的这种这个别解脱经的经典里面呢也说了，就是破了这种戒律的人的话，那么就是他的这个去向呢就是唯一的这个地狱恶鬼，就是旁生，就是一定会是堕入这个三恶趣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像这个自己的是不能解脱的，就是利益众生呢，就是根本不能做的就根本不能做的非常可笑的事情就是破戒之力上波浪其有承办利他力，就是般若摄诵当中也是做了破戒的人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念自利的事对他来讲是就是没办法承办的，还要想帮助别人或者是超度这个救度一切众生的话呢，那这是这个非常可笑的事情，绝对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呢就末法时代的时候就是的确是很多人呢就是疏持清净戒律就这一点是这个越来越这个困难，尤其是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就是在这个商业化的这样的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出家人呢就更是这个疏持清净的戒律是就是难上加难，就是非常的这个困难。就是我本人的话呢，就是看到我们这个有些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县城里面，我这个了解的一个寺院大概在10年前的话呢，就是有300多个这个出家人，然后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还不到200，基本上是在10年当中呢没有增加，就是反而呢这个
减少了，就是很多出家人的话呢，就没有了，因为外面呢就是有各种各样，比如说这个电视啊、电脑啊，还有这个书籍啊，就是再加上市场上的就是眼花缭乱的种种的一些这个外境的这种光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凡夫人的面前呢，就是一直闪烁着，一直诱惑着。这样之后呢，不像这个古代的一些修行人一样，就是真正是相续当中具有出离心，而这个到清净的地方修持正法的人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少。这次这个在北京的时候呢，就是我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各个寺院的这个方丈啊、住持啊，就是一些大的。然后我问这个你是哪个寺院的？我是什么什么大寺院，就是然后问你们有多少出家人？20来个人，10来个人，啊，就是最多是这个30来个人，就是很多，包括在这个汉地的话呢，就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可悲，就是可以这么讲，就是很不客气的一种就是客观的这个语言来这个描述的话呢，就是现在很多的地方的话呢，我们这个佛学院呢，就是虽然现在这个出家人是很多，但是将来的话变成怎么样也是不好说的。就是有些这个出家人问你们这个寺院里面有多少人，我说现在那个国家就是统计的已经有6000多人啊。你没有算错啊，他们去的是在一个寺院当中是6000多人的话呢，那我说是只是这个是常住的，就是他们登记的，但是牛洞人可能还不了，牛洞人还是更多的，就是很多人都是觉得是我在这个造一些这个神话，就是。所以，这是也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确实是法王的这种价值。我们这里每天都是有这个，今天我要想出家，明天我也想出家，就是好像出家人太多了一样的感觉。但是在别的地方呢，的确也是不是，就很多这个寺院呢，就是在以前这个非常出名的这些寺院的话，现在都变成一种金碧辉煌的这个就是殿堂，就是除了这个以外，里面的话呢也没有。那天我还这个遇到有一位比较这个出名的一个和尚，就是。然后我们就聊了很长时间我说你寺院有多少人呢？首先他讲很多这个寺院就花了多少钱呢？就是讲。然后说你寺院有多少人呢？就我寺院呢有一些居士，就是出家人呢只有我和我的徒弟。所以我也并不是说那个现在这个汉传佛教就是不兴盛了，不是这个意思。藏传佛教也是同样的，就是面临着就这种这个危机啊，就是不管是这个拉萨那一带也好，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康区这一带的话呢，就是很多这个寺院的这种这个出家人呢，就是越来越就是减少就是越来越减少，而且很多老的这些这个比丘和修行人的话呢，就是纷纷的愿意就是离开世间，而小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不愿意出家，就是中年人呢，就是就还俗的人也非常多的，所以出家人呢，真的修持清净的戒律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越末法越可能是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看得出来，就是越来越这个麻烦。让现在看呢，居士呢有一部分呢，就的确是也有处理就相似的处理性，我不敢说是真实的处理性，但是很多人呢有这种希求之心。既然有这样的话呢，还是指大家要重视这个戒律就是居士当中也是对这个三规五戒呢，就是应该就是这个素质，如果破了的话呢，希望就是应该就是在一些上师面前又要这个戒束，因为今生当中有了这样的这种戒的话呢，一切功德的这个依存就是依靠处呢就是可以有的。如果没有大地，就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草木就没办法就是成长的。同样的道理，就是一切功德呢就是建立在这个戒律之上。因此就是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千万的是不要这个迷惑，不要呢就是迷失方向，一定要就是详详细细的这个趋势就是该这个结束的这种这个护持戒律的因缘顺缘呢就是结束就是应该抛弃的就是破戒的一些这个违缘就是就这些呢就是就一直这个抛弃，就是应该在这方面就是值得努力。这是这样的这个处理性，应该说是第三层就是那种